AI agent 做短影片真係 work 㗎喎，以下落嚟你見到呢條 Facebook view 跑到62000幾個 view 啦，由揾題材做研究寫 prompt 到生成影片出街嘅文案，組成執行嘅工作咧都係一個 code 嘅總指揮帶住一班 agent 完成嘅。我最後主要負責一樣嘢就係 confirm 拍板同意。同2025年相比咧，我做同樣內容嘅效率咧，估計而家快咗接近20倍。究竟成條 AI 生產線點樣運作嘅？我喺呢條片拆解俾你睇。以前我雖然有好多 AI 工具，但每次都係我逐個叫、逐份搬、逐樣追，中間有甩漏，或者有啲位做得唔夠好，最後都係我自己補自己改。表面上好似請咗成班 AI 員工，實際上全公司最忙嗰個仍然係老闆，因為每一個員工都要我逐個溝通、逐個 train、逐個追進度。後來我先明，問題唔係我啲指令寫得唔夠精準，真正嘅問題係我從來冇設計過上一棒做完點樣交俾下一棒，同一套做法又點樣變成下次可以再用嘅步驟。你諗下，點解連鎖餐廳去到邊間分店味道都可以差唔多？唔係因為間間都有天才大廚，而係每一道工序、每一個標準、邊個位要驗收，全部一早定義好晒。真正要複製嘅唔係一個勁人本身，而係嗰個勁人做嘢嘅方法，呢個先係重點。所以我整咗一個總指揮，佢唔係自己做晒所有嘢，而係先將工作拆成步驟，再按每一步派俾唔同崗位嘅 AI 子 agent 去執行。做完之後，佢會逐份收貨，有錯漏未達標就退返去重做。不過如果你淨係改一個標題、一個 prompt 已經夠。當件事本身比較複雜，工序多，前後互相依賴，仲要燒錢同驗收，先值得開一條生產線。5點鐘就係我用嚟跑呢條線嘅真實樣本。成條生產線由情報拆解、製作包、導演稿、出片、封面、文案，一路去到出貼、交付同復盤。但係中間有幾個關口啦。AI 一定要停低，等我批咗先可以繼續行。第一個關鍵 ，AI 第一步唔係即刻創作，而係先幫我喺內容大海入邊做篩選。我會先定好搜尋範圍，例如題材、片長，再設定一個 outlier 門檻。所謂 outlier 唔係淨係睇邊條片最多 views， 而係睇條片同自己個帳號平時嘅表現相比，究竟跑高咗幾多倍。我通常由5倍起跳，如果候選太多，就再收窄到10倍。系統會一次過揾出一批候選，再整理成一張表。表入邊會列出播放數、outline 倍數同片長，仲會用一行寫低條片講乜、主要情緒，同埋可唔可以轉做15秒 3D 動畫。咁我就唔使靠感覺，見到一條高 views 就即刻當佢係答案。我可以將成批內容放埋一齊比較，再揀邊一種創作方向值得行落去。5點鐘最後揀中嘅其實唔係某一條片嘅情節。我揀中嘅係3個創作條件：家庭日常15秒內靠動作就睇得明，同埋情緒由平靜一路升到一個溫暖嘅 payoff。至於角色、場景、情節同文案，就要重新用香港生活去設計。所以 reference 對我嚟講係市場證據，唔係創作答案。但係就算揀啱一個創作方向，都唔代表模型真係拍得出嚟。第二個關鍵，要順利交棒，淨係有 idea 係唔夠，仲要有一份清楚嘅規格。系統會將 shortlist、角色設定、場景、逐秒節奏、風險同 QC 標準整理成一份製作包。如果啲知識只係留喺我個腦，或者留喺上一個 chat 入邊，下一棒根本唔知要接啲乜。前面所有研究最後會整理成一份過千字嘅粵語導演稿。普通 prompt 可能只係一句 BB 凌晨5點爬上爸媽張床。但 production 版本要鎖實角色、床位、逐秒動作、音樂幾時入，仲要寫清楚有啲乜一定唔可以出現。例如全片唯一容許出現嘅文字就係鬧鐘上面個5點正，因為 AI 生成文字好容易整出鬼字。同一個 idea 由一句說話去到真係拍得出，中間差嘅唔係文筆，係你可唔可以將導演腦入邊嗰啲判斷全部寫成下一個 AI 接得住嘅規格。第3個關鍵，自動化最重要嘅唔係完全冇人，而係去到重要關口一定有人把關。生成影片會真金白銀燒 credit， 所以 AI 要先報數，今次要90 credit， 批唔批？我批。出完之後亦都唔係即刻當完成，仲要做 QC， 角色有冇突然變樣？鬧鐘係咪真係5點正？成條動線順唔順？角色圖仲試過，因為一個服裝描述連續2次過唔到平台審核，要改寫描述先成功。AI 可以負責執行，但成本、風險同收貨標準一定要有人手。
Human Gate就唔係用嚟拖慢自動化，佢係喺 AI 真係燒錢出街之前留翻一個人剎車，避免系統由一個小錯一路自動錯到最尾。到呢一步呢 AI 已經真係拍到成條片出嚟，但係成件事最值錢嗰一下，最有人味嗰一下仲未發生。跟住到封面，系統先睇 reference， 出幾個候選構圖，檢查有冇鬼字，我批咗方向先正式出圖。畫面其實揀得唔錯，凌晨藍光，紅色鬧鐘，一家三口攬埋一齊。初版標題係每朝5點準時報到。老實講，呢個冇錯，時間啱，件事亦都講得啱，仲有少少幽默。但我望住佢，總係覺得爭啲嘢。佢淨係講咗發生咩事，講完就冇啦。但一個阿爸阿媽朝早5點俾個 BB 撻醒，明明 B 到想死，望住佢又嬲唔落，嗰種又住個心又同時軟晒嘅感覺。原本嗰句載唔住。最後出街嗰句係我自己寫嘅，5點打擾，夜是愛。頭嗰句講咗件事，呢一句先講到嗰種心情。開頭嗰個問題，而家答到你啦。成條生產線行到最尾，我留翻俾自己嗰一下，叫做拍板。AI 可以列候選，可以做 QC， 但邊一句值得代表成條片？最後一定要有一個人肯負責。拍板唔係 he 撳個掣。以前我啲時間用嚟逐樣搬逐樣執，而家我將啲時間用嚟揀，用嚟拒絕，同埋為最後個結果負責。之後同一條片仲要落去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 Threads， 唔係將同一段文案 copy and paste 3次就算。每個平台嘅開場節奏同 CTA 都唔同，所以系統會分別出3份版本。但正式出貼之前呢，一樣要由我批內容同發佈時間、文件同流程講到呢度夠啦。依家完整俾你睇一次，成條生產線最後交咗件咩貨。62,176 views， 365個 net follows， 平台顯示嘅 distribution 係加5點零倍，但有句說話一定要講清楚，呢3個數字唔代表條生產線令條片爆，佢只可以證明呢套系統真係生產過一條片，而嗰條片後來喺 Facebook 跑到6萬幾 views， 爆唔爆？仲有演算法、出街時機、觀眾反應同好多我控制唔到嘅因素。真正令我相信呢一套系統有價值嘅，唔單止係62,000，更加重要嘅係佢做完之後識得翻轉頭挑戰自己一開始嘅假設。最初我哋估條片表現好，可能係因為0對8、零衝突，於是系統再揾12條外部同類片做對照，結果有對白嗰條超過1700萬 views， 有喜劇衝突嗰條爆款倍數反而係成批入邊最高。即係我哋原本嗰2個解釋都企唔住腳，我哋只係望住一個成功結果，砌咗一個啱聽但未必啱嘅理由，再比較落去一個更穩定嘅共同點先浮出嚟。大人通常係被動嘅，瞓緊做緊嘢或者完全冇為意，細路就主動走埋身錫攬或者爬上大人身上。呢個新結論會寫翻入 workflow， 下一條片開工就唔再沿用之前嗰個錯假設。所以真正 agentic 唔係 AI 幫你做完一次就算，係佢做完識得復盤，令下一次唔使由零開始，亦唔使再犯同一個錯。翻轉頭講翻個大題目，以前我將 AI 當成一個員工，我問佢答完之後仍然係我自己搬去下一步。而家就更似係由一個員工變成一間有分工、有交棒、有驗收嘅小公司。但重點唔係 agent 越多越好，亦唔係有咗 AI 人就可以乜都唔做。AI 負責 execution， 總指揮負責拆工、派工同管理，人就要定方向、守成本，拒絕唔夠好嘅答案，同埋為最後結果負責。如果你裝咗好多工具，自己仍然係最忙嗰個，唔好第一時間再儲多10個 prompt。你應該問自己，我套做法可唔可以拆成一條識交棒、識驗收、做錯識退貨、做完識復盤嘅生產線？ AI 做 execution，Commander 做 management， 人做 judgment。 用廣東話講，人最後要做嘅就係拍板。如果你想我下一集打開呢份總指揮設定，實際拆3樣嘢俾你睇，佢點樣派工、點樣驗收，同埋 agent 做錯嗰陣點樣退貨重做，留言打總指揮3個字，我就用真實畫面完整拆俾你睇。